tayo sa bawat butong guys. 因为这样才是一段。思思涵，我其实想了挺久的，决定还是要跟你说一下。我觉得吧，我们现在呢，这个恋爱契约好像不太合适。楚薇也跟你说什么了？没有啊，没什么。那你为什么突然提出这个要求？因为那有真情的签是恋爱协议的呀。我们的恋爱契约都背。从现在开始，你是我真正的人妻。Yung ako isang artist niya. 有点太快了。 October 现在呢？ 11, 2022. Ano ito na? 感动了吧？